家好，欢迎收看今日不是来呢个节目，今日开始了单元，然后大家咧讲嘛，介咧讲食健，大家有发现无？相信袂是到，哎呦，当时有点肩头会痛，痛的时间又分不清楚是嘛介年纪，也系讲佢可能是大家直接来讲的食健，所以今日要强调物理治疗师来到大家分享一下，大家来分享几号佢嘅马莎咧，佢系来自卫生福利部突然依然嘅吸引物理治疗师。方阳，好，主持人好，乡亲朋友大家好，我係物理治療師許燕璞。方阳先生來到節目底，同到大家來討論吼，你講食健嘅問題吼，講實在話，當然啊，佢袂知道，當然哦有點肩頭痛，啊，當然是咪講哦，你有可能嘅食健，不過你先介意去正視嘅食健好咧，大家咪講食健到底是什麼原因嘛？介原因會造成食健？昨天講吼，你看講到50件吼，50件吼，你看問題哦，還沒有一個標準答案。實在按講啦，按講到就可能2個原因，第一叫做按講不明原因。不明原因什麼？就是不知道什麼原因。因為按講到不明原因問題哦，普通原因是講按講累積性傷害較多啦吼，因為有乜嘢講，你想看吼，從你10幾歲、20歲的時間啊，你打籃球、打球的時間。可能你賴到一下，賴到一下，可能摸埋，而且又年輕，又頭上，好像復原很快。挺容易就卡好的嘛，哈。但是按用慢慢按用累積下來的時間，第一下按用生活又卡錯的時間卡到，用電腦的時間卡到，滑手機的時間又卡到的時間哦，按用身體姿勢又卡唔好，有乜嘢講？你錯的時間，你就按用苦點錯的，按用彎腰駝背啊。好，按用彎腰駝背是，你跳那跪的時候會重心往前，按講往就是頭往前掉出來哈。好，還有一張馬甲，肩膀按用縮起來。好，你一直在講我的問題，我也就是應該是心臟緊繃也是，我心裡在想，那就是我啊，而且肩膀縮起來，我很會這一招。普通人家對，按督導人普通動作所按用問題，就是說你按用。姿勢不良的時間，你跳起來按講胸大肌，然後就卡黑嘛。卡黑的時間，你屬骨你按用你吃看咯，你錯按用時間屬骨卡過一段時間，你屬講講你肩就是卡到咯。我有看下肩頭按用卡到，先假意錯到按用用卡。屬骨因為我兩球球兩邊有點怪怪，我現在有點緊張。你錯卡長的時間，屬骨早個卡過咯，摸埋強容咯。因為你下問題是講動作，因為。按講肩關節問題哈，肩關節問題是講今日肩關節造成，按講嘛總得啦，是講為肩關節會卡過一段時間，動作關節會特殊的疼痛，按講跳前兩邊哈，按講胸鎖關節，按講到胸骨鎖骨關節，按旋過來旋到兩邊的時間，差不多30隻關節。會特殊，所以講你錯5掌的時間，你跳前兩邊卡頭的時間，你錯腳的時間，按講胸椎活動度卡唔好的時間，你跪唔好的時間，你就肩跳卡過的是卡個跳前按用卡到後背，你如果卡過的，你就會。容易會輸送的。冇錯哈，師兄唐先生講咪知道講，哇，好像很複雜，都複雜。其實簡單講就是冇很簡單，就是說動作是1貫、2貫、3貫嘛，因為做一隻動作嘅時間，其實有上習慣內容吼。師兄先生講，可能你後生嘅時間有認同爽快打籃球嘅時間，你累積動力唔啲。不過講實在話，像我性變感應吼，有2種，一種人係嘛曬咧，佢可能係動畫師。平常時他的工作只有一種，什麼一種，就是不斷的用那種滑鼠，所以佢講哦，我有50件，他是真的有哦，因為他這個姿勢維持的可能經年累月，長期都按用，然後我性變觀察一種，聽一種誒，是係我唔知佢沒怎樣啊，可是佢每50件很嚴重，也摸認同、摸打 Q 啊、摸種田咯，就頸鬆音啊，可是卻50件很嚴重。所以就像信上講誒，不明原因。像按講到從家講個動畫師有冇？佢動畫師嘅時間，你那滑水時間，你屬骨水聽力都幹嘛？對，靜止很久。你屬骨兩邊疼痛，但是
俩会疼痛，俩片又稳定，所以讲你俩片时间踢球的时间，血液循环唔好嘞，你俩片肌肉力量冇来的时间，因为因为卡电滑水的时间，因为要用慢慢走时间的时间，俩会踢球，错，循环唔好，就袂安用。嘿，所以吼，其实。异性苦吼，不过俩动机关年龄层，以前会觉得50间还没50岁，还个50岁以后，现在很多年轻人就50间了。因为就白摸完都手机，摸完都电脑啊，是讲你唔会凑踢球，唔会凑踢球的时间是讲你是较唔会，但是俩人哦，就俩生活方式较冇强咯。对，有两种变文明片吼，所以家来大家分享下50间的3个时期。因为东英不敢相信自己有50间，好，我们所以赶快来考一下。俺讲到50间3个时期哦，主要分3期啦哈。第一个时期俺讲急性期，第二个叫做解冻期，第三个叫解冻期啊哈。普通音的时间，普通音。开始讲我如果欠个月的时间，到一人的时间，差不多都休袂嘞。哈？好，已经到开始痛的时间，可能冇买底。是讲伊可能看普通医生，可能加医科啊、马医生，骨科啊哈，可能技术当做一般的按讲肌肉拉伤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发炎。这就是说，台大讲的东因肩膀痛的时间，他都以为是50间，也就是肩膀痛跟50间还是有不同的某一题，因为俺讲到真的到50间的时间，主要俺讲50间的定义哈，它的正确名字俺讲叫做粘连性关节囊炎，到该失去的时间啊，佢关节活动属受限，在之前。可能属讲发炎疼痛可能医生那时候可能还没有进到后面，还没有到他们忙到后边讲关节粘连住了，好，基础都前面在急性期的时间是卡发炎卡疼痛，好，可能有时候俺讲到用药物处理它可以止痛，好，但是原因可能药物处理完还是没有解决疼痛的问题的时间慢慢去唔讲疼痛嘛，唔讲疼痛的时间给。关节囊处发炎、纤维化、粘连，按用是讲，卡唔会按关节活动处黏到嘞，黏到的时间，你就卡冇法度疼痛，疼痛一下会痛，你就卡唔敢卡过嘞，因为你越痛就越不敢动，所以讲最尾到一人那个时间，原因是讲前面按讲用药物处理可能卡或者是一些治疗的时间，卡冇按好的时间，慢慢卡唔敢疼痛的时间。到看到俺两片的时间，可以变成50间是讲，俺从4天那么的时间，可以冇法度4天那么。冇错，係講做上服用嘛，哇，要做內衣的時間，如果穿後背的時間是穿唔過。穿外套的時候，穿外套很明顯，我嚇一跳，穿外套，伸不進去哦，所以師兄信上講就是粘連關節粘連性關節囊炎，粘連性關節囊，對哈，所以你是講你睇講50間改3個時期，東英講造型甩冇甩紅，突然間就很痛，不會動哈。不過講到兩片是睇講是會起到高危險群，因為我們現在說年齡層低嘛，有上音50歲、60歲都有可能，那到底高危險群？現在都有因呢，從家庭主婦是不是？因為俺講家庭主婦事情動到啦，你從洗衫洗用個晾衫嘛，因為晾衫屬於是卡高，你俺講的屬於卡高比肩膀高的時間啦，肩關節就可能會受到傷害。因為你屬於卡高一類動作姿勢不對的時間啊，也會受傷，因為俺講像俺如果按用卡過以來，喊老按用卡過以來，兩片樹按講到兩片有一隻細骨頭啦吼，你按用卡過以來的時間其實會砸到嘞，所以講你如果卡過的時間，你如果手掌按大拇指會朝上，按用卡過以來卡唔會按兩片樹卡唔會卡到，嘿，所以講按講。家庭主婦還有線上嘛，線上有告訴的是因為寫黑板書，不過普通卡冇了，因為用電腦嘛，用 PPT 啊，用電腦還用卡多嘞，還有像俺講糖尿病的病因嘛卡過來，還有因為不容易俺講
我们讲乳癌有冇？你乳癌假使给两边溃斗的时间，因为扁桃腺癌讲到自发性的关节就是50间，因为佢每个输送是讲你乳癌开刀的时间哦，佢扛唔扛疼痛的时间？因为就像这边有伤口嘛，你好唔扛有疼痛，某以疼痛机它有可能久了。所以讲应该讲50间的成因，第一个是不明原因，第二个有些可能原因就是有可能是其他外伤啦，其他疾病所造成的。应该问题，冇错哈，所以哈，乡亲朋友，我们对唔是跟有好多嘅了解冇，还有嘛教佢讲嘅聊下，等下常常嚟讲。基本上大家都讲唔是健哦，唔是健哦，了解大家都动手了。不过倒带系嘛嘅，实际上有讲到哈，它是粘连性关节囊炎。哦，大家想看哦，你的关节可能粘连咧、黏到咧，一痛痛是痛嘛哈。问一下，请问有按黏虫嘅问题是看哪一科？其实溃水时间哈，你因为按俩病因，你同的时间你可能哪一科，其实差不多全走在普通的主科。按讲咯，复健科、骨科加一科嘛，全做掉。复健科、骨科加一科，全做掉啦吼。你讲，不过假使你确诊系50间的时间哦，最好你做咧看复健科啦，因为按讲的复健科，不止按讲到药物治疗，还有按讲到按物理治疗，哦，做咧来让你天数。嘿，所以线上师傅讲到嘛，你系讲是因确定系50间的时间，你做得一款复健科，复健科运动都该治疗方式，嘛该方式咧强看。对不对？按讲到按讲50间治疗方式哦，动到是讲按做咧降低疼痛，按那降低疼痛因为是讲用药物嘛哈，按讲线上复健科医师做咧溃揉呀哈，不允许感冒痛，按物理治疗做咧让你天数嘛个，按做咧像按讲降低疼痛嘛，做咧用一些像按讲热敷哦，按像电疗嘛做咧，不过让你天数啊关节哈，本去按。黏体的关节哈，因为本去赖溃落的时间，你就会做徒手治疗。哦，还有嘛个，教你做运动治疗，因为动动因吼，像甲挑先讲的，因为因是讲你的姿势唔好，姿势唔好的时间，你的姿势因为是讲更挑挺硬高的哈，像你按讲前面胸大肌扛硬高，好，还有因为从底下按讲旋转肌，因为问题，因为老去赖溃落，因为肌肉的。看刚刚肌肉老去赖开来长做的，因为是讲你维持姿势的唔好，像讲按讲背龙骨，你背龙骨三思背龙骨摸买力的时间啊，背龙骨按做的动作按上半身的核心，那背龙骨多改的时间，背龙骨俩地背度的两片，该按讲肌肉按种斜方肌啊哈，或者是菱形肌。俩个肌肉吼，佢冇法度让你的背龙骨维持多改时间啊，你更跳出来卡受力卡太，所以讲按用运动治疗做得让你天数。嘿，假使讲，真紧讲做篮球的动眼虫的做用3个月冇买好的时间，你做一找看手术嘛某一天，因为。仅有的手术是动眼虫那种，还有等下动到新的治疗方式，像讲按讲震波治疗嘛有啊哈，还有像按讲增生疗法，好像全等下动到的治疗方式嘞。所以像你台下等下动动运动会吃一些食品，那样可以吗？又好吗？这样问有点不好意思。那按讲的食品所怎样讲哈？你讲食品促进身体的环境变得比较好，但是如果你减挑黏体时间，两条食品无法度让你天数啊，你做的帮你的身体环境变得更好，让你比较可以有好的身体去面对治疗的内容。所以那是一个西上讲冇错。其实不管是50间啦，你动改比疾病、慢性疾病也好，有时候吃那些食品是让整个的身体环境变好。因为你身体你地位对环境不好的时间，你总买个治疗的时间，可能是没有办法，效果不好，效果不好。但是，按讲食品类的东西哈，给美治疗用的，所以讲你
莫法度，一定要靠专业。是，所以线上讲到两边，大家是为上看电视界，乡亲们大家系咩上？刚才倒台系有50件，然后我哋系一般嘅件懵桶，然后哋系前时间50件。其实我们是可以检测的，对不对哈？所以根本你有乡亲们来准备一张短片呢，系讲你导播下有涵盖时间，你是看你你个短片，你强下来看短片，看下短片嘅用你来做，所以是做嘅底讲，你切架倒台有50件么？你紧讲，大家是话到件懵桶，系倒台用你来检测。检测的检查的时间哈，你如果做卡过以内嘛哈，卡过以内是你做的从样片底部都来做的时间哈，你如果卡过以内的时间，慢慢卡过，你再看一下。对，它是靠着墙壁，靠着墙壁哈，你如果慢慢卡过，卡到你最顶点，你做的两边来做比较，你掌片、左片两边强下，你嘛做的强下做，两只手两边强下做的时间，假使。你长熟又输送的时间，你出到俩，你出到俩，但是你做出多俩，你两片检测是可能有点问题的。真的耶，老师你真的演绎的很好。刚才乡亲朋友都有看到两片，就是他是把脚稍微往前一点，然后整个背靠住墙壁嘛，哈，本龙不要靠着，所以一直走在看，是从你刚才示范的，对不对？你就走在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可以拿起来？所以像现在我也算是自己小小的自我检测，也可以。还有做的，你做的如果卡过一段时间，你做的面看，你做的面到你的耳孔吗？对面耳孔，但是你挑那么偏来偏移嘛，挑那么外头去做的。跟你看一下两下，因为我启动的研究我的镜片嘅肩膀有一些怪，有一些紧皱，我可能还蛮多动洋葱，所以现在意思说你可以不用挑那，不用挑那小波，你面看。挑那摸准，好，乡亲朋友，你看到我姿势嘛，你做在表后脑勺这样子，对不对？你面到耳孔的鸦片嘛。恭喜大家还蛮轻松的，意思是讲好的还忙，所以用技术都做得用测验，对不对？所以你乡亲朋友，你咪做得看一下，你用表系咪做得面到你个耳孔，系讲你是都可以，而且不会有痛的感觉，可能是还好一点。但是昨天讲咩讲是，你如果看到两片面，用为同的时间，某一天50间啦。因为讲50间是讲，真正真正动烟虫的时间哦，其实用无法度转动卡烟虫，因为无法四条那么。因为那个好严重，该是动烟虫哎，因为可能你示范的时间，因为那快的时间哦，实在讲，可能因为那一类时间就动困难了，动烟虫的时间。所以线上问一下，像家下大家看到个样片，然后讲，你俩都节目现场按样做的，按样个东西，系做得看，你自家有50件么？还有一种个方式是讲，你起了过后这样子做，也是检测你的效果好不好，对不对？因为做得按样看啦，但是不过。按用讲到吼，那是最基本的。就是说，如果按用是最基本，因为你关节活动到正常，按用数卡没50件的问题的。但是你按用卡过有的胃痛的时候，可能还有可能按用讲到肌肉发炎旋转肌的肌肉发炎。还有按讲到滑液囊发炎都有可能。是，线上有一种个附件吼，动作个同时机都会讲，就是有一些50件，他们会爬楼梯。做的安用是好有趣，可是要有耐性对，乡亲朋友，因为羽毛系讲你系一闪边，弄你两只手去变到边，做脚了腿个动作。错，安用是咪一种复健个方式。你是讲，你健跳如果卡过一段时间啦吼，卡过一段时间胃痛的时间，唔敢卡过一段嘛。系啊。所以讲，你面边的时间，你做以按讲主动协助运动啦。你做咧自家挺痛。负担撇，负担两三撇哦，你说按用慢慢开松你，按用做得。师兄，你下大家没做得有看到样片哦，你面对你要不下改撇时候咧，你是做得让你手慢慢慢用趴松你的时间，骑了腿，两腿上腿，看你可以爬几梯，骑到两片看不松的时间，你做得吃块苦下落一点点，然后一赖下紧跳。蹲下去，哭下来，该东西走得很啊。某艺术，按用负担的时间，艺术按用身体往墙壁靠过去，做得按用赖下紧跳。
爱用赖下镜头。哦，所以赖下镜头也是一个附件。所以大家是会问讲，该下你看到嘅听一团嘅样片，就是像线上讲嘅，你就是面对墙壁，哭下去咪就得赖下两片嘅镜头，慢慢的揭了退，揭了退，揭了，可能就得揭一个。一个是代表你在热进步嘛，对不对？哈，你走在正面嘛，还有一张嘿侧面。哦，侧面，侧面这样子 K 六腿是这样吗？嘿，侧面，用慢慢 K 六腿，慢慢 K 六腿。你走在 K 到结构，哦，K 到结构也是，看不上也是件，你强容嘛，走在你走在哭下来，你耳敷的咯，哦，敷的，哭下来时间，你镜头是会赖，会赖的哦。还有张，你是哭，你是。片那边，因为赖两片镜头啊，赖两片个镜头，还有赖的，所以吼，哇，根本其实动物纤维质吼，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受用，情绪动又容，因为讲动都唔讲爱吃到有耐性啦，吼，所以其实讲到了哈，大家有发现冇？是老大家咧讲，你做得安样做啊，做得安样做，看是家有进步冇？还有嘛个，分享本大家，等下你常常来讲。今日乡亲朋友咧讲嘅係50件吼，不過底下咧，我哋拿到一支炸嘅，做乜嘅咧？其實係咧跳舞係冇？唔係啦，我想到先生準備一支炸2支炸係咩咧跳舞？唔係，其實咧嚟教鄉親朋友做啲用因來做復健，哈，用因來做不下做哦。前一團你看到動作嘛，有好多的測試，對不對？比如講哇，卡樹，哦，係冇事係從因卡了腿，做啲正面卡。碰边贴，如果两团线上讲係講，如果還有一炸我們可以做的是什麼動作嘞？假使今年哈，假使我兩支手骨，我講述數上來哈。我們假設係你緊手有問題。因為時間哈，好，你兩支手骨哈，你昨天那一支炸，滾的嘛做得啦哈，滾的嘛做得，因為炸卡多啦哈，大家會卡昨天那度，你手骨還用寸切的時間哈，寸切的時間，你昨天用你的左手哈，然後去填送過去來。係啲咧，因為正手冇賣力，冇賣力，好用左手嘅力，等於是用左手嘅力去推它。所以我現在右手非常的放鬆哦，用輕鬆，用推高起來。所以從安用走嚟走。所以安用改推高了，鄉親朋友講，不是我右手用力，是用左手的力量。兩隻手骨冇出力。哦，正手冇出力。但是你做得出力嘅時間，你馬上填數，因為。安講到肌肉力量訓練吼，你一定會去幹嘛填數這樣做的，所以講今日是講，你如果卡過咧胃痛，胃痛嘅時間你冇法度卡踢過嘅時間，你做咧靠兩一扎用棍吼，然後你填數填卡過以來。錯，比如講像矮，比如講矮啲係講係正手動痛，哇，卡到兩片時間，胃酸感癢蟲。覺得動動的時間，用左手的力量，填書梯推高，再個推，再推，推到極限。係，然後填一下哈，這樣變下來。喺錯點做嘅時間啊，吼，被假使講你抗氧蟲嘅時間，你做水點走。水點，因為喺錯點嘅時間啊，錯站嘅時間，鏡頭按講地心引力啊，吼，你卡過會卡出嚟。但是你水等的時間哦，比較唔是按出力，所以講你水等時按用卡過有的時間會較輕鬆，所以講普通你按你做不下的時間吼，你做得水等的時間吼，你說按用卡過以來，哦，這個變下來，按較輕鬆，這個變下來，錯，你做卡過的，還有一隻吼，普通按講50件的時間，你做卡如果冇法度按用4條按講，一收條哇，好痛，旋轉卡冇法度吼，你做的那一隻小抱枕啊吼，如果不用得按用。夾點後問，你要問你是講，因為按用種像你愛做外旋的動作吼，按用送出來吼，假使你送出來的時間，你會痛的時間，你數寸出來的時間，你數如果會卡可以啦，所以你係會辣，冇唔錯。所以吼，鄉親朋友你係講看到線上做的時間，係講線上要夾點一隻抱枕，就是頸扣，從矮啲下冇夾會發生埋事情啊，比如看，從矮。我哋下夾黏蟲嗎？可是我哋下手骨痛啊，那我要往外推，你看哦，我往外推
推，好痛哦，好痛！我的身体就离开了。我这个人家手骨冇用到了，手骨到俩身体是离开了，就没有效果了。所以你听出来夹黏？夹黏哦，夹黏是辅助。辅助啦，然后夹黏是本意卡低手骨，手骨冇，其实算松出去的。是，好，所以线上还有一种，一个是往推高嘛，对不对？然后一个是也是可以旋转，还有一张就是侧边，侧外展，外展，外展，安用，强容，外展到靠耳朵，所以从安用改附件哈，你从松团结膜弓可以靠墙壁，然后俩团结膜你讲用炸的，其实是不是也有什么像毛巾？毛巾强容意思，毛巾哈，安讲到用毛巾的时间哈。你做得用洗身的时间，毛巾不用后背的时间，像用赖以来，用不用后背有冇？所以线上现在是用雨伞当做毛巾的意思。雨伞当做毛巾，像你按你样片底背都看到的时间哈，你用毛巾不用后背的时间，你做得按用赖以来，赖个以来，再个不用下来，像洗身有冇？洗背当的时间，按用赖个以来，再个不用下来。哇，这也是一个复健的动作哈，而且走的谁性也是直接走，谁性直接走啊，所以其实也易方便。师兄，你要抬杠看到，哇，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而且韩语总改复健改凤，师兄线上有提到，是不是像钟摆运动？安拱钟摆运动哈，所以协助安拱肩关节活动，就讲安拱钟摆运动动后走，嘛动难走，因为因走的时候，你手骨会出力，好。等下，俺做一看样片，底背图来走都是讲，俺走前后钟摆运动，还有左右钟摆运动的时间，因为此刻俺身体起点的时间稍微一点点弯腰是好嘞，好一点点弯腰，俺用手归属走钟摆运动，但是你要注意哦，你钟摆运动假使你系掌数抓起右手这只手，还有数手的时间，靠身体的活动去带动，手骨莫出力。好，手骨冒出力，手骨冒出力，哦，是用抬架看到诶，手好像是在摆动，可是不是内手骨出力摆动，从俺讲左右前后冲强了，大家从俺左右俩摆动的时间哈，你手骨总得出力，靠身体去摆动带动的力量，所以才会说是钟摆嘛，对，因为你其实是你身体的力量，你的手放松，手骨不用放松，然后身体的摆动，让你的手自然的摆动，这就是哎呦嘛系一种改风训哈，哇，所以兄弟朋友今天看俩是线上都会分享俩，不是健改复健改运动，大家听从做对呼吸动作，我们已经讲好多，对不对？哇，你看面尼孔什么哇身高哈，然后面边。好，像线上讲的炸你可以推动，我们帮他复习一下，对不对？刚才有钟摆的运动，谁性的时间还走在用，你讲逃路，逃路来走一下，所以你要是系动作复健改放心。不过讲到两片吼，都不哈做复健，还会有注意事吼。错，因为按做咧先讲啦吼，你系唔系有时间，你有先看医生啦吼，会确定系动然，因为。健跳同的时间，丧失某一天系有时间问题所造成的，因为丧失可能因心脏的问题嘛有可能啦哈，所以讲你会检查会确定，好，你都不好做咧做，假使系有时间的时间，你不好做的时间哦，你做咧较轻松做，但是会几点会注意，第一点是讲，一次运动哈最少20分钟到30分钟，好，因为你摸总得是走2分钟，2分钟太少摸啦，因为你健跳摸老去耐快了哈，啦，还有因为走30度，行路穿走的，那普通右hand是走一下，唔系安讲，右hand走吼，普通因素讲，右hand那个当然嘛摸hand啊，天时都摸啦，强迫自己摸时间可能，好，这个你最好2点钟数都走100，因为你老健跳耐快的时间哈，耐快的时间基本慢慢很转移嘛，慢慢又紧回去拉开了又缩回去了，2点钟都老去耐快了呀，2点钟耐快100，还有是卡好，好，还有提上描述讲，你走的时间被动痛的时间是莫太出力。就是渐进式，不讲好痛哇，我要忍耐也不行这样子。好，他们提醒他们讲，你走的事前走一走热身和热身时一定会走，你走轻松会走，好原地踏步、跑步、快走，很慢走的，好，慢慢的，韩讲身体热起来之后，
安讲疼痛的耐受度也会提高。那时候那种耐劲的时间所谓卡强松啊，先生又讲吼，你的身体热起来，改时间你的耐受度、耐痛的也会提高哈。我讲今天讲到安讲，大家有发现冇？不论係你大白讲，大家係认同然后，基本你讲嘅係福建然后，其实我觉得耐心、耐性跟毅力很重要。说真的，你讲手骨痛吼，你不要碰它嘛，你看表呢，好像也还好，你还要以走哦。那很有耐心，因为那是一个很无聊的动作，跟你走一路好无聊嘛，所以其实要强性上的讲，还是要重视，这个好重要，对不对？动重要是讲，动重要是讲，普通因素讲，忙输送、忙物质这件事情，你身体本有慢因素，不知道健康的重要性，所以讲平时俺讲到从家讲，俺物质间的问题哦，可能动作关节。卡到，还有你的活动不好，你的两骨卡到，我们胸椎卡住，全有用姿势要注意，还有嘛个强调水妹哈，保养及预防保养，提点莫始终卡重的东西啊，还有如果你有卡过一段时间啊，会卡注意一点点，哦，因为你方式不对，如果像按用卡过一段时间，人家。见到两片属于卡到一下，因为地嘛，卡一下一点点冇买严重，但是你时间下也时间，你就该做干苦咯。还有嘛个不当姿势就讲，你凑踢球的时间哈，人家跳签紧跳，全部动硬高，所以能够把两种为活动，你属冇法度，按用来可以来。哦，还有家下主持人讲到，动画师有冇同一姿势太久？该有蛮有问题。动球，一挖是挖上两种。该姿势不要维持太久。人家几两水，还有适度运动，全身性的运动一定会做。对，这边有讲减少手臂高举运动，所以抖波他拉上的时间，总得是妈妈拉上，爸爸加全家人轮流来拉上，按用口内是一直减少举高哈。所以基本上五十件让大家来分享，是希望大家做啲了解，到底嘛该系五十件，其实五十件呢，因做啲做嘛该饲料，因有咧复健，所以抖两片呢特别绕墙抖，你讲物理治疗师哈，来抖两片让大家分享，非常感谢。老师来到这边跟大家亲自示范，非常感谢。好，我想大家个收获动到哈，所以乡亲朋友哈，等下先来做认同，系讲只是50件，等下记得做复健哦。